跟住交俾天文台講天氣。大家好，新年快樂！歡迎收睇今朝早嘅天氣報告，我係林永章。喺大範圍星雲圖下會見到廣東沿岸雲量都唔算話太多，而喺維港望出去就見到啊，雖然今日咧都有啲雲啦，咁但係天色咧都唔算話太差嘅。今朝早各區嘅氣温啊，就大概喺17、18度左右，而新界就涼翻啲，大概係13、14度左右嘅啫。我哋預料啊，一道冷鋒會喺今日稍後嘅時間橫過沿岸地區，咁受到隨後嘅冬季季候風影響啊，之後一兩日氣温咧會顯著下降㗎，天氣會係轉冷嘅喎。咁我哋預料啊，去到下個星期初至到中期嘅時候啊，該區咧早上咧仍然係相當清涼㗎。咁天氣咧就普遍係晴朗啦，咁所以內陸地區嘅日夜温差亦都會比較大嘅。咁所以今日嘅詳細天氣預測啦，會係大致多雲，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，最高氣温啊會上升到去22度嘅，吹和緩至清勁嘅東風，離岸同高地咧間中吹強風㗎。咁晚上咧就會轉吹清勁嘅北風，咁市區氣温啊就會顯著下降到去16度左右，新界係會再低2、3度嘅。咁展望方面啊，我哋就預料之後一兩日啊風勢都係頗大㗎，咁早上嘅氣温啊大概係12度嘅啫。咁咧漸轉咧就會變得天晴同埋乾燥，咁所以日夜温差亦都比較大喎。咁下個星期初嘅時候啊，早上仍然係清涼㗎。咁今日天氣就講到呢一度，下次再見。環保署嘅空氣質素健康指數，今日上晝健康風險預測，一般監測站同路邊監測站都係低至中嘅水平。呢節 Now 早晨報道完，再會。